Hello，各位球迷，各位溫哥華熱愛足球嘅人士，世界盃咧已經咧打咗咧係差唔多10日㗎啦。可以講話咧，今年48隊咧，其實俾到我哋好多驚喜，好似好多入球啦，個波又好靚啦。另外咧，啲飛係當然係好貴啦，同埋入去溫哥華嘅 BC Place 睇咧，亦都係好艱難嘅喎，交通又擠塞啦，買嘢食嘢又貴啦，啲球迷好多咧嚟自外國嘅球迷咧，亦都咧就係相當係唔顧人哋咧，企喺度睇波多啊，所以我入個場咧，啲飛係貴到死，500蚊美金都係坐咧係3等飛啫，咁就係仲有喎，女士們如果帶手袋咧，只能夠咧係帶4寸乘4寸入場嘅啫喎，咁所以咧咁頭痛就不如咧嚟我哋蘭軒匯列治文區嘅酒家一齊咧就係餐飲同埋咧係我貴神同大家係分析比賽，大家 enjoy 足球 ，Let's go rock and roll。咁咧7月開始啊，其實咧6月28號開始啦，已經係32強噶啦。咁我哋咧已經係準備咗咧係新嘅 poster， 話俾大家聽。到時啊喺呢個係32強、16強、8強、4強季軍戰同埋冠軍戰咧係幾時打，同埋咩時間我哋選擇邊一場打。到時咧我會咧係每星期同大家 update 㗎。咁所以咧記得啦，快啲呢個咧打電話跟住我哋個 poster， 所有嘅 information 咧係我哋將會咧係同大家 book 好你哋嘅位，因為咧到咧係到時淘汰賽嘅情形下有加時啦，有42碼咁精彩啦，係差唔多咧餐飲 party 咧係去到2個鐘頭零3個骨嘅，即係差唔多3個鐘頭嘅 enjoyment。所以咧到時咧真係正式係 Let's go rock and roll 噶啦。多謝大家支持，我係黃永貴 ，Thank you。